有。去捏三指，硬钩啊！这样。那叫软骨。把垃圾桶拿过来好了，放中间，等下大家都可以直接丢。有力摇。哦呢。你要如果呀，那个音就不一样。完了。看那一个。在拍那个在楼梯那边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一直都没对齐啊。好吃吗，瓜爸5、6次以上。烧我。去被烧吧。要吃那个瓦萨比的这边自己用手指去挖，还有一般可以吃。有当时应该吃过吧？我们不是参加过。我要吃脆脆的。那边是不行了，那个是老师他们。好。你进来啊！好好好。你看，你去给那个另外一个我忘记他了。都是到叶子的。对，不同的地方。老师，我都吃到叶子了。我太远。好，没关系。你站上去。妈，我站上去你就比我高了。我要。我怎么我蹲下，我再蹲。对啊，我再蹲下。那这么老师打还要跑吗？所以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他怎么分不开？你看，分开我的手，你看，有完全分不开，好你敢吗？怎样？你没有见过猫哦？被嘲笑。你没有吃过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吃过啊。我没有吃过。那边有一个笼子，阿都夜市。阿都，对，我不拿包，不拿那拿。我敢。好，掉下去了！你敢？我敢。都写完了。你不敢？不要吧。谁要帮我吃干净？拜伦。你刚刚一直在拍把苏亚。快点夹。快点，我也好害羞。我也不能泡。哦。我要吃焦焦的。它好干嘛要闻头？不可以放开我求你。我说真的，算了，不管你。I hate that. I hate that. 这是什么？13岁。哦，我丢了，
看这边，嘿，我是人。你是人干嘛了这边？啊嘿嘿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，还在录影哦。不要动。所以刚才是谁去前面搞怪的？好，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饭圆，饭圆。快点一个，快点！乱点不行。啊！你先点啊。8个。我要叫你的名字。谁？这水的。前面的我咬过了。阿三，这么会？没关系啦，那只猫骑真的很慢的啦，然后刚刚好啦。你也是啊，你可以讲。你看它在那只猫也在走，它可以。那什么？你看，那。还有。这边打过了。去哪？现在能把。哎呦！耶！有一点。哎，那个女生洗手帮那个李生老师收收。公羊们。好，等一下。那个你拿这吃东西。看有没有。嘿，喂，朱红军。有没听到？对，晚上。黑豹，还有吗？黑豹。他喜欢呐。啊！有蚂蚁爬到我身体里面。然后吃比较脆的。帅气的。那。有没有人要不要吃？对呀。怎么要吃？有。你要洗手。有这个蚂蚁爬到我身体里面。哈利路亚。降温的。哎，唯一能控制黑豹的人。还有一只黑色的。来，怎么了？洗啊，我看到了。早上小黑。黑豹。那个在上面科展的总共几个人啊？他们好像就是你们班7个吗？年级跟4年级啊。 8、9个。 9个吗？小心他们跑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那个住宿舍的要准备要回去了，你们看一下，拿上这个木材，
放到这个木材上面，桌子打个闹，这个圆桌跟这个，先滚回去带一个人，帮你拿一个。讲嘛了嘞？不要动。快结束了。哎，结束了，再收了。拍摄中，拍摄中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哎，不要讲话嘛。这是我的小呀小屁股。你要经过街吗？还是我先小锤子，巴拉巴拉巴拉，锤子，太好玩了。好像是阿嘎子在包里，大不在包里。嘿，阿爸你把车。张也比较痛，不好整理。你咬得动我就没问题。我咬得到。这个男生，我刚才说木头，竹子放哪里？